一起經過，一起經過。呢個禮拜我哋讀經嘅經文係羅馬書16章，靈修分享16章17至到20節。弟兄們，那些離間你們，叫你們跌倒，背負所學之道的人，我勸你們要留意躲避他們，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侍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你們的順服已經傳於眾人，所以我為你們歡喜。但我願意你們在善上聰明，在惡上愚拙。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旦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和你們同在。順服係好嘅，但唔代表盲從。保羅話我哋要喺善上聰明，卻要喺惡上愚拙。換句話講，喺善事上呢要順從，喺惡事上卻要拒絕。聖經講嘅善事當然唔係淨係指嗰啲修橋補路啦，乃係指到神吩咐我哋要去做嘅事，就係神藉住聖經向我哋說嘅話。保羅向眾信徒致意問安之後呢，佢突然間意識到咧教會內部一啲嘅危機，因此佢好忠誠嘅提出一啲嘅忠告，期望羅馬嘅信徒提高警覺，以免喺佢哋之間產生分裂。保羅直接嚟到去話俾信徒聽，叫佢哋提防假師傅啊，因為喺佢傳道嘅旅程當中接觸過呢啲教內嘅不良分子。保羅就喺呢一度指出呢一啲人嘅特徵啦。嗱，假師傅就係佢哋會點樣呢？第一，佢哋會製造分裂。假師傅進入教會，會眾呢就會去聚眾火合，去絆倒無知嘅人，摧毀佢哋嘅信心，並且離間信徒，挑起爭端，製造分裂。第二點呢，就啲假師傅係偏離真理嘅。假師傅進入教會，佢哋試圖去絆倒啲信徒，灌輸一啲假教訓，叫佢離開真道。我所以要慎防，要細心嚟到察驗人嘅教訓係咪背負基督徒所學嘅純正之道。有嘅話就要完全嘅嚟到拒絕躲避。第三點呢，就佢哋為自己嘅私利。嗱，嗰啲不服從主基督，只服從自己嘅肚腹。當時認為肚腹就係感覺同埋渴望所居之處，意思就係呢啲假師傅呢，佢服侍嘅係自己嘅慾望，並唔係服侍主基督啊。佢哋只係服侍自己，唔係基督嘅僕人，係為咗私利嘅神棍啊。第四點呢，就係花言巧語。假師傅最擅長運用啲動人嘅說話同埋花言巧語去欺哄嗰啲無知嘅信徒。佢哋自命博學多聞，似是而非嘅論調，影響教會裏面單純嗰啲老實人啊，而跑江湖嘅姿態喺教會裏面活動。喺21世紀嘅今日，邪教異端非常活躍，佢哋以創新嘅手法嚟到掩飾，吸引無知人加入佢哋嘅教會，敗壞人嘅信仰同埋德行。我哋需要謹慎防範啊！保羅都提醒我哋點樣去應付假師傅啊。第一，要留意躲避佢哋；第二，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喺善事上有智慧，認出佢哋嘅錯謬。保羅提醒信徒，在善事上聰明，在惡上愚拙。第三呢，要擊潰佢哋，確認主再來嘅信息，打敗撒旦，擊潰陰險嘅伎倆。感謝主，你堅固我哋嘅心，當我哋面對世界攻擊、罪惡嘅引誘，仲有艱苦環境，求主賜好同工，讓我哋彼此扶持、配搭，一同興旺神國嘅福音。奉耶穌嘅名祈禱，阿門。